好，呢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咁啊應聲彈出卡加動力，發型起兩馬都相當快啊！咁啊再見到大外檔呢，就係綠色衫嘅裕彩啦，中間呢，仲有呢隻盈利駿馬，再後邊嗰陣啦內蘭華欣庭，中間自有無敵，出邊亞馬寶寶啊，再後多少線嗰啲環保戰士橙衫澤大大啊，黃衫尾衫軍哥，後邊呢，咁啊先見到嘅馬匹呢，咁啊仲有呢隻灰馬嘅金多多呢，都處於一個幾被動嘅位置啊，拍住佢就馬跑得，轉緊彎中間，裕彩喺外邊呢，咁啊拍住咗呢隻呢，就發型起。發型起內欄呢，就第2位，睇下跟人得唔得啊隻馬。再見到中檔第3盈利駿馬內欄卡卡動力啊，咁啊喺外邊就亞馬寶寶啦，跟住個第6位啦，就係呢隻華欣庭啦。外邊位置就自有無敵都揈到好出啊，後啲先有軍哥紮大大嗰啲馬。好啦，鬥到嚟最後直路啦，前面裕彩呢，拋離咗1個身位，發型起喺埋邊追緊佢，中間華欣庭呢，雜雜聲上緊嚟，大外檔就係軍哥亦都好勁啊，追緊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華欣庭拋離咗2個身位，軍哥大外檔上咗嚟啊！埋邊位置發型嘅騎內唔多，反而馬跑得上緊嚟，接近終點。皮亞士紀念杯，華欣庭贏啊！第2名軍哥，第3名馬跑得，第4名就金多多啊！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發型起未俾人鬥過，未俾人燒過，咁啊結果今場俾人燒咧，真係唔得啦！華欣庭跟住佢嚟跑，結果拋離對手，贏出呢場皮亞士紀念杯。第2名軍哥，第3馬跑得，金多多，實際都好接近，要影相先。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就主要對手髮型嘅俾人即係唔係好慣啦。咁啊，華欣庭呢度就贏啊。軍哥都追翻嚟，跑到第2、第3咧，馬跑得啊。入邊嘅馬跑得喎，外邊就整隻金多多啊。呢一冇隻1就咩事都會發生㗎啦。咩事啊？轉完彎都好似睇佢唔係好順㗎嘛。唔慣啊，可能即係慣咗自己放頭咁，突然之間前面有隻馬咁。俾裕彩冚咗佢啊！